另外，再来看中华溪湖有一个姓杨的男性呢，伊是涉嫌将迄个健康的镜头藏伫个鞋仔内底，伫个超商来偷翕查某学生的裤底，互人现甲撞到，才知影讲原来伊上无已经犯案要3冬的时间啊。专家是提醒讲，若准感觉有人刁工挖紧，而且行为怪怪，安尼就要提高警觉。 是大人甲这个穿条纹衫的查甫人叫伊莫走，因为头国中的查某囝讲，家己入去超商了后，对方就一直甲对调调，鞋仔佮疑似装监控镜头，可能咧甲人偷翕裙底。因为一进便利商店的时候就从头尾随，紧贴着我女儿的身体，然后鞋子贴很近，摄影机画面是看到她。 大概从头到尾大概偷拍了3分钟，拍她裙下风光这样子。代志伫咧顶个月2日发生的，伫咧中华溪湖，一个31岁姓杨的查甫人涉嫌甲查某囡仔偷翕，互同学发现伊的行为真怪奇。家长甲警察接到通报，赶紧赶到场，以现行犯甲逮捕。民警甲伊的电脑甲手机扣押，发现犯案的时间有3冬，受害人数是真恶算。检方以违反刑法妨害秘密。 儿童甲少年性剥削、防制条例罪嫌，改刑压。被害人察觉有异，报警后以现行犯逮捕。本署检察官讯问后，认涉犯刑法妨害秘密、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等罪嫌，声押获准。 台中市妇幼警察队表示，偷翕是指无缘故、无目标，利用工具还是设备，无经过当事人的同意，用暗藏的方式偷翕，通过人身体的私密部位。嫌犯主要拢伫咧人较侪的所在，譬如讲商场、电扶梯，还是大众交通运输工具。主要是未经过当事人同意，然后刻意对准隐私部位，然后并以隐秘方式进行拍摄。一般45公分到120公分的距离的话。 其实你很难察觉。犯监控摄影的专家就提醒，偷翕的镜头会当藏伫咧0.2公分的孔内底，若是有人挑伊个挖紧，行为真怪奇，就要提高警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